因遮好野圣诞，六合境马公庙特别联合境内开山王庙、开基樱花宫、大埔福德寺、由汉尾福德爷庙、清水寺等7尊好爷，甚至开基临水夫人妈庙的好宝，总共8尊好爷，做伙伫境内采集树好。路径呢，事实上就是过去传统六合境的一个。民间防守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那个社区巡守队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因为大家拢知影，过去咱会有城的这个概念，是因为要保护咱伫城内这些居民可以安定的生活，也有军事防备的这个功能。好用着府城建设300栋，还佫特别立起大南门城西一日，互大家知影连景文化意义。这回焦点除了是好爷乔治、康好宝玛丽头一摆做伙，马公庙的好爷嘛是第一摆出门。从以前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出过门，第一次扩大举行也是8只老虎一起出来，就是发跟福嘛，就是发财发福，然后保佑府城一切平安，大家都发财。他是属于守护神嘛，就是讲保护囡仔。保护妇孺，所以伊做起来这个动物的形状，伊袂通像老虎遐尔凶猛，放伫这个咱的庙里，咱互去拜拜。活动嘛庆祝好爷生，特别请工艺师刘进文甲六合境内的好爷雕刻伫托板顶悬印出来，也佮准备5座桥当20柳的刻好爷，互信众跋杯。民间企业黎明修小姐嘛捐赠500粒地罗卵，堪信徒结缘。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。